有啲人咧，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咧受屋企啦、學校啦、社會啦好多各種嘅關係咧去影響嘅。佢哋會咧好重視呢個 environment， 佢自己嘅環境嘅氣氛啦、態度啦，即係 atmosphere， 同埋人哋嘅 other people's attitude。咁咧，佢哋會覺得佢哋需要嘅就係一種愛啊，一種關心啊，一種人哋對自己嘅諗法嘅嗰種咁嘅關注啊。但係其實呢個有啲不智啊，因為所有人嘅觀點態度都係一種刺激自己觀感嘅 element， 一啲要素嚟嘅。如果我哋去執着咗佢，我哋嘅靈覺感應到人哋嘅精神面貌而去反應嘅咧，咁樣其實咧喺佛法嚟講就係一種執着啦。呢種執着係會影響我哋自己情緒嘅改變，故此咧就係一種會引起人嘅煩惱。即係從佛法嘅角度嚟講咧 ，in the Buddhist Dharma it meant affliction。響佛法嘅角度嚟講咧，呢度就係一種乜嘢嘢咧？就係一種煩惱啊！人世間嘅煩惱啊，執着就係執塵緣嘅各種嘅關係同埋要素，你要 care 佢， you care about it， you attach to it， you cling to it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其實唔會有一個安樂自在嘅人生。所以我認為喺好多嘅情形之下，其實人唔應該執着於任何嘅關係，好似無謂成日講，使乜在乎啫？自己有冇一個好嘅兄弟姊妹或者好嘅兒女，唔係重要啫。人只要自己做咗自己應份嘅要做嘅嘢，唔使執着啦。其實呢個塵世間到處都係一個緣，點解生命帶嚟嘅無意中造成嘅各種因緣就一定要在乎呢？所以呢個人有悲歡離合，其實就係話離與合之間都造成咗我哋嘅心境嘅一部分。所以我哋嘅心境點解要俾呢個世間嘅一啲關係去帶住？正如話個鼻子被一條線帶住周圍去走。人最緊要啊，唔係在於別人點睇你，係在於你自己其實係咪一個正直嘅人。你唔使在乎其他人點樣睇你㗎，因為其他人嘅判斷都係由佢主觀嘅一面。特別好多香港人係極端主觀而缺乏邏輯嘅人，喺嗰度出生嘅人，喺嗰度長大嘅人，
好多都自以為是、自負不凡，但係佢哋缺乏咗中肯、客觀、邏輯咁嘅理性判斷嘅過程，所以佢哋嘅態度、佢哋嘅表情、佢哋對你嘅心態係乜嘢嘢，有識之時咧就唔需要再執着啦。因為呢個世界上好多人，佢並唔係想幫助你、關心你，佢只不過係想judge你。因為從judge你，特別係批評你嘅呢一個過程中咧，佢哋享受到自我嘅滿足同埋快慰。佢唔想自己一個夢，一個佢主觀判斷嘅意識帶嚟嘅夢想被破滅。佢哋想永遠咁樣樣響自己嘅嗰個判斷之中咧，享受住佢自己嘅快慰。當然呢種快慰咧，其實係無稽嘅，但係佢哋覺得人有時無稽一啲，可能會令到自己快樂一啲喎。好似從一個主觀嘅判斷他人嘅過失咧，係會令到自己好似更加正確咗啲喎咁樣。所以由得佢啦，係嘛？呢個世界喺美國其實最好嘅嘢咧，我係認為咧，就係唔需要在乎其他人、其他嘅環境，亦都唔需要在乎政府想你去做乜嘢嘢，只要你唔好行差踏錯，按照法例嘅規定，循規蹈矩，享受你自己嘅人生嘅自由。好多人唔知道美國嘅好係乜嘢嘢，哇！佢哋認為中國好好喎，花天酒地，燈紅酒綠，霓虹燈四射，到處光閃。佢唔知道，其實黑暗嘅地方喺邊度咧？就係你冇你嘅自由啊！人生缺乏自由，無寧死啦！好似個苦囚咁樣樣，有乜用咧？我成日覺得好笑，高樓大廈，鐳射燈光照，燈紅酒綠，呢啲嘢係你嘅咩？係你擁有嘅咩？係你可以為此而自豪咁？你係因為咁樣就覺得個國家嘅發達啊嘛？一個國家發唔發達，首先就係佢文明嘅程度到咗邊度先啦？係咪啊？哇！美國點解咁冇高樓大廈又喺香港大陸輝煌喎？咁樣呢啲輝煌，你擁有幾多咧？其實你知唔知道人對光子嘅吸收，即係對光子掃射你身體嘅靈感嘅影響，係會造成你嘅一啲不必要嘅潛意識嘅影響力嘅，係一種無意識嘅之中所發生關係嘅一種襲擊嚟嘅。所以大家咧應該聰明一啲啦。美國有好多好處㗎，你知唔知其中一個
好處，好多人冇在乎嘅咧？水係飲得嘅，水喉水好緊要噶啦，空氣係可以呼吸嘅，好緊要噶啦，思維係可以自由嘅，好緊要噶啦，講嘢係可以自由嘅，好緊要噶啦，因為你唔係一隻動物啊，你係一個人啊，人係需要可以自由地呼吸、自由地思想、自由地行為同埋自由地去表達自己，所以我哋大家都唔好做井底之蛙啦。有啲人自以為是，特別香港係好多啲咁嘅人嘅，大陸亦都好多暴發戶係咁樣嘅。當然大陸亦都有好多聰明嘅正直嘅人，但係香港咧亦都有啲聰明嘅而不正直嘅人。佢哋點樣咧？佢哋自以為是，佢哋把口都好犀利。香港人把口都好犀利，但係好多時咧就只不過係誇誇其談，毫無邏輯，呃得就呃，天花龍鳳。但係你遊花園就係精神嘅被牽住鼻子嘅旅遊，唔需要啦。一個人最緊要就係定，無謂成日講無謂嘅五字真言咧，定、悟、正、無、為，係嘛？定就要立定，不受影響，唔着相，任何時候都係企喺個中間點，唔作即時嘅反應。如果係唔需要作即時嘅反應，就係唔作即時嘅反應。呢個係其實係最果斷嘅決定嘅方式。心理學講咗，一個人嘅決斷力嘅好壞啦，唔係在於一定快速地作出決定，係響唔需要作出決定嘅時候唔作出決定，而需要即刻作出決定嘅時候咧，你係即刻快速精準地咁樣去作出決定嘅。所以人最緊要係首先係正直同埋誠實。好多人天花龍鳳，口水花噴噴，特別香港人好多時作大，呢樣又得，嗰樣又得，幾下將關刀撩來撩去喺你面前，挖到你眼花咁樣。咁如果你唔定執着咗佢，咁你咪麻煩咯，係嘛？你好多時可以當睇住呢啲咁唔正直嘅人咧，古靈精怪嘅人咧，狡詐虛偽無良嘅人咧，雖然佢把口好似啷過油，其實唔好睇佢場戲啊！呢啲馬騮戲嚟嘅咋，冇正直、忠肯、良知嘅人，睬佢哋嘥氣啦，嘥時間啦。而且好多人唔知道，無謂所講嘅稜角，其實係點解好重要咧？因為任何一個人喺一個近距離之中，就算唔係好近嘅距離，喺地球嘅另一邊，假使間你好關心佢，佢亦都好注重你。兩個人嘅嗰個稜角嘅電磁場線咧，係會搭埋一齊嘅。當呢個磁場線搭埋一齊，譬如你喺同嗰個人講話嘅時候，近距離咧，自然而然咧就搭埋一齊，就係兩個人嘅心智咧嘅電磁場線咧睇唔到嘅嚇，係會搭埋一齊，係互相掃射嘅。
係會有影響嘅。喺潛意識嘅裏面咧，你係唔多唔少備受影響嘅。咁所以咧，人咧其實唔好同咁多負面嘅人、negative 嘅人、狡詐嘅人，嗰個氣場、能量、energy 係負面嘅，一定非常之敗壞嘅。只要係負面嘅，你就會，當你定力唔夠嘅時候，當你心靈感應力嘅自我保護性唔夠嘅時候，當你嘅心靈嘅修行唔夠嘅時候，你會被影響，唔多唔少，喺你無意識之中、潛意識之中係被影響、被帶動，會蒙上一層陰影嘅。人最緊要陽光啊嘛，係嘛？最緊要係有陽光啊，係嘛？何必要無端白事被蒙上啲陰影咧？係嘛？所以同志同道合嘅人，陽光嘅人，有正能量嘅人一齊，好緊要噶吓，唔好無端白事俾啲人哎呀到黑，響陰暗嘅氣場裏面帶住你周圍走啊，好靚！美國嘅環境好靚。我係廿幾年前已經退咗休啦，係專心研究哲學、宗教、心靈感應、靈魂真相呢啲嘅嘢。因為無謂發覺自己喺20幾年前開始咧，突然之間好似頓悟咗自己嘅靈感嘅知覺力，開始覺悟到原來自己嘅天命，從出生嘅第一日，同埋出生嘅嗰第一分鐘，已經有咗個被規定咗嘅天命啊！就係來到人間所要做嘅一啲天道天理所期待嘅一啲任務，原來就係要書寫人類嘅靈魂嘅真相。所以從20幾年前開始咧，我係突然之間發覺自己有好多心靈感應嘅現象出現。嗱，大家要知道啊，千祈唔好信神州嗰啲咁嘅古靈精怪嘅神話啊，譬如咩叫做特異功能，無謂乜嘢功能都有，異國天知啦，異國先知啦。Precognition in English， 天眼喎，所有嘅係 clairvoyant， 即係 remote viewing， 靈魂出竅 out of body experience， 瀕死經驗 near death experience。Telekinesis， 即係心靈動物，心力喐嗰啲嘢，各種嘅功能都有。但係無謂講呢啲唔係叫做特異功能，唔係人類嘅特異功能，而係人類忽略咗嘅、被埋沒咗嘅，因為五官意識嘅訓練、主觀意識嘅訓練、主觀判斷嘅
訓練，令到自己失落咗嘅、被埋沒咗嘅第六感 the sixth sense。而人類嘅第六感其實係咪第二功能？唔係啊，係咩嘢嚟㗎？係動物功能嚟嘅咋。動物有心靈感應嘅能力，佢哋冇語言，冇思維分析力同埋記憶力。佢哋因為冇語言啊，佢哋去認識呢個世界，感應好壞嘅意識係來自於心靈感應嘅。所謂乜嘢叫做心靈感應咧？其實心靈感應好簡單嘅原理，就係人類嘅身體係一個磁場體，而呢個磁場體咧係會被外界嘅呢個環境嘅即空間嘅電磁場力、電磁場能量所影響，而人類另一個空間嘅呢個信息場裏面嘅呢啲嘅信息體咧係波嚟嘅。呢啲信息體係磁性嘅碎片，有記憶力性嘅。但係當一個磁場體就係人類嘅靈魂咧，佢係 compatible， 即係相容於呢個磁場碎片、磁場記憶碎片。因為人思維嘅時候咧係發出電流嘅，而呢啲電流咧其實係喺空間咧造成磁場記憶嘅碎片。當你受到呢啲碎片嘅影響，係會有好奇異嘅現象出現嘅。呢個就係當你能夠用第六感反應得到嘅時候，呢啲磁場記憶嘅碎片咧係會通過你嘅靈魂體，即係你嘅磁場感應靈魂體，係會造成一個好得意嘅反應。因為你係一個，你嘅靈魂係一個磁場體啊嘛，佢係會反應電磁場裏面嘅能量信息嘅。到邊一個程度咧？係當你感應到啲信息，你係能夠入咗嗰個心靈第六感嘅狀態嘅時候咧，佢有好特別嘅功能，係令到你咧會用第六感去感應嘅時候咧，就有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嘅咁嘅一種現象。而呢種現象之中咧，亦都係會有一個更奇異嘅感覺，更奇異嘅異象啊！就係話你當感應得到嘅時候，當你屏蔽晒所有五官意識嘅聲灑嘅感應嘅時候，第六感出嚟嘅時候，你如果係有一個好困倦嘅狀態，即係身體五官被麻痹咗之後，有一個好注意力集中嘅呢個咁嘅感應第六感信息嘅狀態之中，亦都當你自己係好困睡，即係你嘅眼係好疲倦，眼結構好疲倦嘅時候，咁樣當你戴上眼罩靜坐嘅時候咧，由於你嘅靈魂體嘅電磁感應力咧，接觸咗呢啲咁嘅記憶碎片，即係磁場記憶碎片嘅作用，又作出反應嘅時候咧，通過你疲倦嘅眼睛咧，嗰個眼射線原來係愛嚟吸納空間嘅光子，即係睇到嘢啦。空間嘅光子喺嗰個時候，你疲倦嘅眼嘅時候，喺黑暗之中咧，你隻眼嘅射線咧係會相反嘅，從吸納到噴吐出嚟，噴出一種電磁射線，好似雷射咁樣，啪一聲打出嚟。佢呢個啪一聲打出嚟咧，你係會發覺
就算你戴住眼鏡再加埋眼罩啦，都會刺穿到你嘅眼鏡、你嘅眼罩，而佢甚至乎令到你咧有機會咧可以睇到眼鏡、眼罩後邊嘅嘢嘅。咁而呢個視線嘅逆運轉合同入到出呢個咁嘅轉變咧，係會令到你嘅眼射線改變，係逆運轉帶出嚟嘅呢個雷射光，呢個電眼光帶出嚟嘅，會係一樣咩嘢咧？會係一樣電影咁嘅效果嘅呢個 hologram。呢個 hologram 當你戴咗眼罩嘅時候，你可以睇到點解咁多所謂嘅 hallucination 咧、vision 咧，其實佢唔係 hallucination 嚟嘅，佢係由於你嘅靈魂體、磁場靈魂體反應到、接收到空間嘅磁場記憶碎片，而好似呢個錄影機咁啊，digital 電影放映機，或者係以前嗰啲 cassette 嗰啲磁場嘅，佢反應到解畫到嗰啲呢個磁場記憶碎片。呢個其實磁場記憶碎片包括係你自己嘅，大多數係你自己見證過嘅嘢，你中意嘅嘢、留意嘅嘢，甚至乎係好似有其他人嘅記憶碎片。當你 compatible 就一樣係會接收到、反應到、放射出嚟，係一個 moving 嘅 movie， 係一個 moving videos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係放出一個電影，你自己去睇，而你當時已經入咗一個磁場感應力嘅靈魂、磁場感應力嘅狀態，所以你不但止睇到呢個 moving 嘅電影，亦都係會響呢個電影嘅 hologram 裏面咧係飛行。你感覺咧就係有個靈魂體響你嘅周遭嘅環境裏面咧，一路睇住嗰啲境界，一路咧飛行。嗱，所以無謂嘅呢個無極旋啦，有啲人睇到，喂，呢啲唔係功夫嚟嘅，咩功夫啊？功夫唔係攞嚟打交嘅，功夫係一種練身同埋呢個啫。有時要學下呢啲深呼吸，加速嘅養分。佢係一種藝術，所以無謂嗰個呢個無極旋掌咧，唔係我嚟打交嘅，係我嚟練氣，我嚟練自己嘅靈魂體與靈魂體外界嘅磁場波浪嘅流動咧，係走勢咁樣，升高、降低、轉向、埋佢咁樣。咁你係響呢個磁場流裏面咧飛行，嗰個感覺啊，醉生夢死啊！所以其實人嘅靈魂體點解無謂要花咁多時間研究同埋去感應、去見證同埋要寫作咧？係因為人類嘅靈魂體真係我哋嘅良知父母嚟嘅，所以咧係會咧令到我哋覺悟通明，呢個就係佛法啦。我哋今日講咗東扯西扯個嘢，主題咧就係話人要正直，唔好同嗰啲負能量嘅人咧
走埋一齊，同埋唔好去關心佢哋。如果唔係，你為你嘅心靈咧就會蒙上一層一層嘅陰影啦。另外咧就講咗人最緊要嘅係正直誠實，唔執着，同埋咧亦都講咗一啲關於所謂人類靈魂體嘅結構真相係乜嘢嘢呢？同埋點解會造成一啲幻覺嘅 vision 咧？就似啲 hallucination 啊，就係呢個幻覺。講咗個原理，講咗產生嘅呢個因由，以後無謂咧會慢慢咁講。無謂講呢啲嘢，唔係想影響某個人。無謂講嘢嘅時候，好多時咧係講嚟俾自己重睇，咁以便自己咧寫書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參考依據來源。好啦，今日我一陣間要浸水，同埋去浸呢個熱水池啊！嗱，呢個熱水池啊，睇睇啊，呢個熱水池。咁同埋咧，我係浸熱水嘅時候咧，亦都會去個凍水池咧去浸，練下無極船，喺水中冰涼嘅水中喺無極船，好凍喎，加州嘅冬天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或者亦都係同我自己分享到呢度。今晚祝福你哋。